最近教育部调集地方的教育主管机关咧讨论动员青年学生计划，要求16岁以上学生无分查甫查某，动员计划甲自设组成这个学校的青年协勤大队、学校的青年防护团。外界咧烦恼讲，敢讲代表战争的时，这学生有可能参加修战，引起部分学生的家长的烦恼。嘛有教师团体表示讲，伫这个时间点讨论，恐惊会造成学生的恐慌，呼吁政府单位一定要讲得清楚。 第28年假上尾一天，高中热舞社伫咧国父纪念馆的走廊练跳舞。不过，这名高中生未来可能唔来练跳舞，恐惊该加入专门国防的队伍。建议教育部动员青年学生计划，要求16岁以上学生无分查甫查某，动员计划和名册，组学校青年协勤大队和学校青年防护团，代表战争时可能嘛爱雷战。16岁以上，好像也太年轻了，我觉得我不接受。太小了，就是感觉成年的会比较适合。我觉得我们去应该不会比较好吧。未来学生当然爱完成8点钟的基本训练，但你2摆训练建立保乡保护的自保能力，嘛指定户口设伫咧学校附近的男女青年特别去防护团，可能互学生来到制作武器和炸弹。消息公开了后，互真侪家长、学生、各老师拢真惊吓。需要准备这样子的作战军力，这是当然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事。如果突然就说娃娃兵就要上战场的话，那我感觉有点像不教之战谓之罪，连训练他、教他，他都还没有会就把他送上去了，是不是有一点点冒险？16岁的孩子是未成年的，是我们在高中生阶段，所以不造成孩子跟全民的恐慌。这个东西可能讲清楚，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支持这个政策会比较好。就算国防部强调，现主是民防法规定，高中以上属编组防护团协助救护、消防任务，无叫人去参战的问题。不过，伫咧这个时机点讨论，无过互外界拢真烦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